太多动力哦，等我用啊。你在夸奖我们你是想要获得刀子吗？不要哦，刀子是礼物哦。你要直接跳到最后一个环节喽。那我问一下，不是要挑拨你们感情？你63年半，你可不可以驻村？完了，真的开始。完了，开始。我以为会马上浪血。哇，甚至你怎么可以连加油都那么帅？难怪我油箱滑掉。今天只要赢的3000块，输的也有送礼物。你加码是吗？啊！来，佑安永仪，这个掌声比开场还大声，蛮意思。大家待会听起来哦。那个谁看啦啦？等一下，他眼神看我呢，真的是有敌意呢。眼啊，都是本眼看。哦，今天出去中嘴呢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是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蜀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哎，中白跳，厲害啦，厲害啦！先嚟撲手一下啊！一家之主嘅預算資訊呢？哇，今日風景動好看哦。真嘅。呢度呢一片哦，其實係拖人煙嘅後花園，按到虎頭山風景嘅天氣。講到虎頭山哦，最有名係乜地方？哦。就是虎頭哦，真的嗎？你在整理虎頭山最有名的是風嗎？對，虎頭風，哎，果然是三金主持。那要用笑的吧？好了，其實哦，你一片到拖人時期哈，進行動圈，哦，時差差不多10到15分鐘是會到的。動圈呢？係啊，韓國你一片哦，我看啊，虎頭山哦，19家鐵山嘅普頭哦，這裡差不多有3個這種登山步道區。譬如講龜山啊，譬如講你喺附近所有拖人煙就全輔助你攞你一片去鐵山。其實台灣各地方動到素材都有虎頭山，是有像博謙講嘅，都桃園到尾非常親民，15分鐘就到嘅。無講嘅季節來都要到尾嘅時間，做在看到煙花，看到油桐花，也可以賞鳥。今年嘅師傅邊個行卡都有叫，因為佢算係半澤桃園人。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就係你菜鐵嘅牛合師傅。來，大家好，牛合師傅好。為什麼說他是一半的桃園人？因為欣賞係桃園人，係嗎？係。好，古時嘅也係都桃園嘛，對不對？好。好，找各位分享兩幅哈，大概有幾分之幾？沒有，沒有，是不是？林俊傑林師傅，大家好。提前呢來分享到嘅係今日嘅潛水站。風水嘅係兩公婆，來分享到嘅係嘉文、嘉青，歡迎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好，來看下藍翠嘅一片哦，係阿 G 啦，外甥5強下來，龔玉謙啦5倍獻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先來問到你風水嘅潛水站63年。這不單是兩公婆哎，他們連名字都是情侶名字哎呦，有嘉文有嘉青，真的是文青組合。係啊，搶高一下都投演期啊，導演有推薦嘛？該好高好色好料的嘛？虎頭山主半夜撩動哦，有法師，所以你要3分鐘經過魔嘢。哦，今嘛都有推牌，有推牌都會開，哎，健行。哦，顧說你看，目前我們剛才真的不是公安多，因為呢，淡水這邊你很較了解啊呢。你還下面你有補充唔拉多呢？我突然出了嘅虎頭山之外哦，熱天還有其他嘅素材做咧套，還給他推薦一下。大有路嘅好有梯田公園、生態公園。梯田哦。梯田公園係，梯田公園當發咯，喺旁邊一片係成日搞嘅遊樂場所，一片係生態公園。哦，生態公園呢，佢有種鵝嘅下邊，韓國有楊秋天，有插秧種稻子。暗葡萄啊，食飽飯啊，老人家帶細人過來了，行路散步啊。係啊，老人家成啊，全部做咧強下了。家下講到嘅梯田哦，其實當寒得。因為到突然兩片哦，可能壁通下多，但是還可以保存這種下睇到白煙鋼天嘅風雪，本身嘅看到哦，然後係安用型。嗰時候各位觀眾朋友，你認識嘅桃園有乜嘅無強嘅特色呢？桃園也到尾嘅，因為無強嘅鄉鎮都有自家嘅特色。今擺來也到尾嘅老料，沒有來虎頭山，唔過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。梁翠會用現代嘅方式改進主要食材，3點半先指定愛做嘅料理。第2之前，唔啲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3變到手腳來唔參謀。
含有2水母手度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是開始了。要到嚟料理風流蛋嘅時間呢，觀眾朋友呢，團坤啊，佢哋到底係買東西，我抱歉。我先來幫你提醒一下好咧，基本你哋套菜哦，其實係韓國歐巴嘅最愛。歐巴？咩歐巴哦？咩歐巴啦？他應該有看韓劇應該啲啦哈。OK， 好，所以既然是歐巴嘅青歐巴，那我們就來搶到又含歐尼，還泡歐尼，來公布一下叫咩菜色咯？泡菜煎餅哦，我愛玩泡菜也愛玩煎餅。真的不要換得太殘忍，對煎餅是有一定的要求的。如果放軟糖進去，軟糖我會生氣哦。你真的有嚇到呢？真的會有陰影哦。哦，今天都排出代表。好，我們女兒來猜拳嘞。好，嘉青姐，我們派配選。剪刀石頭布。哎，嘉青姐，我們剛才已經選好燈了。哎呦，因為嘉青所以選搶先係嗎？1、2、3，哦，米粉啊，米粉煎餅哦。OK 啦，OK 啦。佩璇，你剛剛有大笑出來嗎？有，真的是沒禮貌。哦，我選哪一張？這個。好，數到3嗎？1、2、3。哎呦，你去到麵粉呢？這是正確的嗎？麵粉啊，用一。所以我們沒有麵粉。怎麼煎餅？你們是泡菜米粉。我以為是迪度會看 kimchi 咩？你搞小李咯。換的是麵粉。哎，我只能說恭喜。我真的太驚呆了。好，來，這個。等下放歐尼。1、2、3。哦，板豆腐。哇，頭痛了。哇 ，OK 啦，我覺得我們的蜜蜂今天這個食材呢，還算是蠻友善。可以啦。好，很左的。麵粉如果用不完，可以分一點給。沒有，這看起來蠻少的。好，馬上冷靜好，第一關嘅挑戰。風流蛋也關地度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好冇？到底也嘅米粉，也係哪個板豆腐？到底要來做煎餅呢？我現在問問看紅隊咯，風吹嘅挑戰者，你哋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哎，冇問題。哎，完全冇。好像都是我最那個。對你比較有信心啦。對我比較。哦，那看起來攬出嚟一片，哎，很悶嘛，去到麵粉呢。好了 ，SOP 走一下。哦，有信心嗎？有哇，可愛的動作，哎呀，好可愛，卡哇伊。有信心吧，歐尼。片場馬上來都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咯。其實板豆腐我有做過呢。但是我有拿一個鹽起來啊，沒有。太軟啦，太軟了，凍好很嚴先啦。因為有一擺應該做那種減糖披薩，就會用板豆腐，不會用鹽。減在哪裡？就是減在上輩子。哇，我米粉真嘅係問題咧。不會啊，我們包都亂底度啊。哦，改一下這樣子。改一下，還是沒有給我們蛋？不可能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有吧，有吧。我看一下。我龍澤田哦。等一下，你們為什麼也有麵粉？為什麼？做煎餅沒有麵粉。等一下是給錯吧？沒有麵粉。我們的量比較少，所以你得有亂撈米粉麵粉嘅比例啊，就做一下嗎？唔是這樣，亂冰豆煮好食。哇，小文哥感覺是料理高音哦。他這麼一講，我覺得豆腐卡裡面掌廚的，應該是嘉青姐90%應該，他是一家之主，真的哦，所以他是一家之主的代言人了。倒避免啊。加水啊，水較慢加。等一下，我嘉文哥，我用什麼啊？泡菜按豆哎。因為主題就會泡菜麥雞，所以泡菜。而且醬汁也要加。啊，這邊頭髮要剪多短？寸頭。可是因為就應該用剪哦。會不會太細？等一下，那個虎頭風一吹來，全部散掉嘞。冇睇嘞。平常時都會嘉文哥夫妻做料理。可是你們是開餐廳嗎？冇啦，都買個套路啊。當全量啦。主持人。崔總裁啦。崔總裁。他在看我嗎？等下。是嗎？對啊，你就是啊。做業務啦。業務都崔總裁嘛。好。對，還對。劉家福係啊。唔係技術卡全職的家庭主婦。哇，你講係真係一家之主啦，主菜的主啊。
你看我们这组多用心，我们连这种小虾都在剥肠泥。太多动力哦，等我用哈。你在夸奖我们？你是想要获得刀子吗？不要哦，刀子是礼物哦。我们要直接跳到最后一个环节喽。一定的水慢慢的加啦。水的量按用的这。你睇搅的时间，搅一了按用咸咸。这么等一下就加掉的，对不对？加油厉害哦。谁滴的油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嘉文哥一看就知道是真正有实力的欧巴。碌啊，用快的油嘛，水要慢慢的加，唔加香到会香咸。而且你都有面粉摸暗豆。还要加米粉。那面粉没有那么多，我们就煎小片一点呐。对啊。对啊。好，你啊，等下给我倒转来哦哈。好。来嘞！哎呦，你们的面粉要乱的比例啊，水啊。跟你讲，记得改下系加水，你做得加泡菜。我没想过加泡菜，我没想过加泡菜啊。小心太辣。我们的不用去肠泥。OK， 我们赢一步了。但是我们去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有烫啊！我们有烫有。你就录加米酒。可是肠泥很重要啊，我们已经去完了，一定要保留啊，因为那个味道才够啊，还有肠泥才有味道。佩璇，那你黑做那方面的条路嘞？带小孩家庭主妇。你刚刚讲哈尔虚接了，佩璇他听得很顺，但是其实没行音哦，他特别为了上聊在节目去行一半来学一半对客家话。你报名节目结果去选去又一报名行一班？有行一班。我天哪，你比张伯谦更认真呢。所以他已经讲了4年了。对啊。现在还讲成这样。对啊。讲到得奖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上课的？要钱的话我不会去哦。刚检定完，所以是一条线还是2条线？证书，那是一条线。应该他捅了虚接就先勾着他滚下来。我看就在没有。我有个疑问，是不是可以不用烫？是可以不用，因为煎饼里面它要煎蛮久的。对。那我问一下，不是要挑拨你们感情？你们觉得你63年半，你可不可以煮出来？完了，真的开始。开始。我以为会马上浪血。这个问题就被跳过了。你平常时真紧动不会煮菜哈？不会啦，煮孙女吃的。煮本孙女也得吃哈。对。所以孙子最喜欢吃什么料理？你记得吗？梅干扣肉，他都会点，梅干扣肉。正统的菜色。对。我孙子总会点哦，我可以走过来这边煎。但是你点之前哦，昨天先到台家讲，跟他地北都不用的买东西啊。我地北不用的泡菜，韩国不用葱诶，我不用虾仁，还有不用一点的。胡椒粉、胡椒盐胡椒盐就有点味道。他英语听我不用胡椒然我跟你说，即便我们是韩国泡菜煎饼，对啊，我们仍然加胡椒粉。越在地才会越国际呀。因为我问过玉涵姐这个问题，我知道要怎样油才是对的。怎么做？我不要跟你说。那玉涵姐说没有。错，你等下关就出事挺凶来呢。甚至改又不会，不是挺凶啊。没人来煎，人家不是做煎的哈。好，这不是煎下，等下过上来。好。哎呦，好漂亮哦！嘉文哥，是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有6升没有就会呛厨师天数，你要找他们来帮忙吗？而且为什么虾仁在外面？哎呦，蒙羊皮了呢！现在我要铺老李虾仁铺上去，是不是我们刚好提醒你了？没有，没啦，他要抢镜头一下，但是没有失败过，好吗？哇！两个下工跳起嘞，跳出来嘞，而且他是这样反手拍对呀，我们记得你喜欢吃厚的嘛？对啊，你等下就不要煎太薄哦。你刚才有压力分数哦，哈。哇，甚至你怎么可以连加油都那么帅？对啊，加油！不会再叫这么打吧？我都难怪我油腔滑调。这个可以泼上去。加用饼哦，这样就会看得到。他讲啊，看得到。今天当家熟了。看一下今年哦，排出什么字哦，国字哦，今年的整体的运势哈，家就由嘉清姐的 VND 排出来，你觉得呢？对你来说，
你叫面粉讲说青菜摆一摆，结果要用狗血给我相到运势，什么个？他帮你排一个你的金钟讲座，哎呦，又恶心哦！你不是在偷跟嘉文哥告白吧？是他跟我告白。对啊。当初是怎么追到的，嘉文哥？怎么追到的？煮菜必食啦，佢迄个是带熟啥咩？那老白咩？等一下啊，我来考一个灵魂考验。等看看数到3的虚之后，李永超会穷下讲出来，直接拖出来去做黑马菜，要不要？要不要玩这个游戏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怎样？不要？加进去，真的，10公元前唔记得咧。哦，但是佢去上去，结果手机摆台全部唔见了。所以以前给是网有云端啊。哦，可是我觉得给他很有始有终哎。你看给跟他住毕生，后来家里面也是他长厨。哎呀，他就是一个老实男人。香港已经都有进去60秒左右抢不是得成熟哦。要这样数10天数吗？哎，拍二线了，用它卡等哦。我们再煎一下，再煎一下。他先让他撒一下，要那个嘛，很给边边听听啊，哈，不要撒一块一块哦。这个如果只有一块一块，是虎头蜂害的。还有遮风板呢。我们讲比过一位大东杨木竹啊。好贴心的男人哦。走的。好，梁叉强下讲。出10天数啊。好，要找谁？快！谁？赶快！林师傅啦。好的。林师傅。哎。来，你给他练过啊？你看这边嘛，变的嘛。我来看一下。先让他看一下。会擦的咯。网友擦。他擦他好血哦。好，鼻子呛口一次。不能 NG 哦，只有一次机会。要变过来煎。哎呀，就像追老婆一样。甚至没有失败过，好吗？哇！第二个下工跳起嘞，跳出来嘞，跳出来嘞。而且他是这样反手拍哎呀，甚至你真的就时间嘛哦。太厉害了！那个嘟嘟后又擦擦呢哈，哎呀，又叫擦擦。这个甚至我唱高一下，而比擦擦是不是要油更多？你啊，跳酒嘛做唔得，跳酒要下減酒。啊，我會下睇下會唔會需要啦？啊，用要差唔多，慢慢剪就做得。洗較師傅的喂。哦，剛想問一下韓國嘅亞嘅煎餅有沒有什麼關鍵的地方？他們的粉通常就老一輩嘅酥脆粉。那他們沒有給我啊。冇相關。我們製作人沒有給我們酥脆，所以這個不能當評選哦。要用想象力吧。那你等一下會用什麼來加分或扣分？我們都有做到嗎？等下我試看下咧。非常好，弄下來倒過來就做。哦，時間到。婷不一點確定要那麼小火嗎？而且我們這個離火就沒有火嘍。對啊，你們真的拿起來那麼火。好，那我們這裡差不多了哈。好，交給你嘍。好。海底片有點不是有教他嗎？按用叉叉長得好香。有香氣，對啊，聞到香氣，對，不剪開哈。但是你看哦，哎呦，扣，你看，叉的，脆脆的，是不是？那是我后置配音的，很扎实。可是如果像这边这样就很浓香了。可以的。哎呀，火会不会太小？我还有讲等它跳擦。对，因为其实都在煎了感跟外形漂不漂亮，应该也是评分的一个关键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喽。好，因为这边好了就 OK 了。我俩地板全部会熟的东西。来去倒酸了哈。好。現場馬上開始倒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要試試看那鐵管，也個泡菜煎餅，那處較讚啲咯。馬上就要品嘗看那鐵管底度也個係泡菜煎餅，現在吃看紅隊的，很好吃的。我還知道刷刷刷的聲音，很脆啊！哎，我發現點到少到米粉呢啊，好嘅事情呢，因為米粉讓麵粉口感係完全冇強溶，所以食起來個我覺得會增加那種地北獨的那種層次感。確實，本來口感呢很開頭重邊發。那可以辦揚州呢，用泡菜。有滿意嗎？都嗎？還 OK，都得。好吃啊哈！冇想咁多講米粉，做煎餅做得按好身呢。這緊緊就做得好哈。有米粉冇簡單啦。我到自家做起來比較咧。唔對，是當地啊。好，我下轉湯，用自己下多嘅麵粉做出來運用版嘅夾夾嚟看哦。而且卡心肝度嘅票係睇不爛水，因為 Andy 吼可能就不用該泡出來水，所以食起來該泡出來燜下沖掉。燜下沖，啊上個係從個分開嚟個泡菜，菜完全好像出國的感覺哈。它比較扎實一點，是完全不一樣的口感。
但我觉得味道并没有差异太多。它粉口感比较好，口感较好。因为它的面粉比较多。对，所以加个还有加个泡菜的加个汁油嘛，倒落去多较多啦，所以泡菜的米头较稠。我们这边味道也有啊，要有自信。按摩多按多。对，面粉到软的比例哦，就做为冻糊。对，好省，舒服的感觉。你头出来该。菜面出来泡出来嘛，所以泡出来比例咪就正差。好，不過你係一啲講緊嘅看法，你下就去看一下客家歐巴落応用版評分咯。現場邱師傅搶分數。3分。好。你下看一下阿迅舉師傅搶分數，4分。邱師傅先搶公平。風吹哈，伊嘅米湯做得，不過以前都係薄嘅啦，厚一點。也口感微哦，你喜欢吃厚切的？我们是薄片。它是吧？不过红炊椰米汤调的也很好。啊，蓝炊呢，它的调味很适中，所以我给蓝队。混好應該嘅烏葉吼，肯定嘅感覺凍。哦，你下話歐巴來公平。哦，其實兩組呢都味道都凍好，那香味都能出來。藍腿那片呢就泡菜，也就切它太低，啊，西豆就凍就口感凍好些。啊，我會選大概鳳腿那片呢，係煎到就是脆脆，然後呢香味就能出來。啊，建議兩腿呢都得。然後你個蔥花呢，切較薄嘅絲絲的，哦，擺盤呢可以撒上去，哎呦，個蔥的個香味才會出來吼。故說呢，不管係薄片，也係個厚切的，都各有所好。個個得到一分，唔過三號了可以係，這個就不一樣了。都係用豆腐按鈕嚟做泡菜煎餅呢，老闆你給邱師傅咯。耶！交給我們的玉涵師傅哦，應該冇乜嘅食材做得靠會幫嘅。所以老實講，計下米粉的時間未做得冇麵粉嗎？做的。真的哦。也給豚哈，給肉呐，可以去吸那個米粉的那個湯汁。哦。讓米粉去吸那個雞蛋的湯汁，按呢迄整哈，會擦擦，會個香，會好食。所以我看師傅嘅沖法咪從阿朱師傅計下就講切到下油。最後也可以給它撒上去，個香味會較明顯哎呦。啊，你我愛留一些的，最後撒上去嘛。你在問我們嗎？我要配合甚至師傅。我做的。來，看到豆腐我就有問題了。所以我可以聽我用板豆腐上做在落煎餅，跟嫩豆腐啊、芥藍豆腐、按多種嘅豆腐啊，水分沒那麼多。其實來講，你個板豆腐佢個水分較少。水分較少呢，做了個煎餅啦，還係做個豆腐個丸子，較好成型，較好做。啊，像了個嫩豆腐啊、雞卵豆腐啊，伊個水分挺多嘞。哦，按用做啊，不會成型。哦，所以這個大概80歲嘛。沒有，如果講到造的豆腐，那你這樣講，凍豆腐咩下造的哦？凍豆腐佢水分較少，啊，不過它成型起來冇好看呐，冇好看就。吸退了長長啊，有冇好看？那個120歲啊，差不多，拜退的。所以哦，弄到哎綿綿哦，綿綿，不用保留它的口感哦。是的啊，可是豆腐煎的過後，有冇有粘性嗎？有啊。用豆腐會從肉，用強龍給它一直抓，會抓出筋性還是什麼嗎？唔會，唔會，豆腐一直抓，佢會就水分出來。哦，所以講就有時候做個豆腐料理會砸水。從你水分呢排除掉，都來做。我有看過，在那種棉袋，就是那種會給它擠一下。我們現在甚至是變成玉涵師傅的發言人了嗎？我是最咖。對，反正你還沒講哦，你講的虛的，我聽懂。我先，這個我了解他。某豆豆悠悠味哦。我要保留一點口感。其實豆腐老泡菜係總好的搭配，真的。對啊，泡菜鍋裡面有沒有一定會有啊？部隊鍋。對啊，有沒有加辛拉麵？泡菜汁烹起來，我們烹起把桶。對，因為有個韓式泡菜會是把酸酸，可以綜合一下。所以這個比例啊，因為係加豆腐水分下多，那它的比例有什麼要注意的嗎？我們在調配的時候。都唔得，鐵絲泡等一下整呢就會啪啪的，泡泡哎，泡鐵泡啊！我們記得你喜歡吃厚的嘛？對啊，你等下就不要煎太薄哦。你剛才有壓力分數哦，哈。
所以哈军系了只需要会用，也系等下从这下风水用摆上去就好。没有，也得等一下又过来。不是先炒过？不是啊。啊，这下邱师傅没就讲到，哈讲唔实现同个咩唔实现，炒过。哈，一下终于熟啊。哦。面粉呢，我们其实可以看这个状况，也个失败。所谓的状况是，因为金皮板豆腐哈，不是传统的板豆腐，哦，它就混哦，也个是盒装的板豆腐。哦，都不会卖的啦。嘿，哎，没丝虫切的，嘿，丝虫的哈，板豆腐的粘性会比较好。哦，那有分什么机改非机改吗？有，这也有分哦。有。其实现在那个对黄豆的都几乎都是非机改啦，黄豆的红米够好，甚至都是白油哦，较好煎系吗？啊，油加满哦哈。好，用油有一点油。也个米头哈，米头你飞油让下去，哎，不然它的味道食材粘不进去。哦，你那片没会加油。嘿，我都失败。哇，甚至你怎么可以连加油都那么帅？对啊，加油！哎，不会再跳油，我都难怪我油箱滑掉。今天只要赢的3000块，输的也有送礼物。你加码是吗？啊！又安永怡，这个掌声比开场还大声，蛮意思。大家待会拼起来哟！那这谁看啦啦？等一下，他眼神看我呢，真的是有敌意呢。4年啊，都会吃不赢他。哦，今天出去中嘴呢。厚切薄切都没关系哦。哦，只要是玉涵姐做的都好吃。哎，俺不会公发哦。假设他破掉哈，用2幅没做得啦，对不对？说薄饼吗？这么薄，他会把这个煎饼弄得像那种润饼皮一样薄。不可能，想看吗？夹子就超过了，夹子就超过。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有没有可能老给哈工都做哈工用，变成虾泥，都对啦，然后弄进去，会不会就是月亮虾饼？我觉得啊，错，所以你要就不容易定型哦。半煎炸对不对？有二暗斗。嘿啊，安尼够夹啊，就跟那个烘蛋一样哈。因为黄豆类的食物啊，油哈会够红啦。哦。这个定型的蛮快的。对啊。哦。没有喷定型液嘛哈？不用，像我的头发就是今天。对，我们今天就喷太少了。需要喷定型。喷太少。可是要抓剪的时候很两难，一方面又讲怕狗还没定型，二方面它又会烧焦。对啊。所以这个火候就当冲耶喂。用半地跟人嘛也面很熟，也摸熟。它还是它会冒泡吗？中间会起泡？通常会扣你哈啦，会聊起来扣你哈。哦。也可以差不多为了安全起见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要请谁？哦，哇，好暖哦！哇，那用就用哈，会烧到，好会烧到。你就是太早交女朋友了，要不然玉涵姐会怎样？哇！什么动好款呢？对，这样再让它定型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就安用饮酒就擦擦。要面煎饼的时候哈，尽量莫安尼吸。做嘛嘅？安尼哈，底杯哈比较没有那个蓬松感。哦。那如果你要让它比较紧实，你就可以去压，每一种口感都可以，只是说我们的手法，都冇相同。所以最好嘅煎饼係咩講？外部係擦擦，啊底部都很有啲水分嫩嫩，係嘛？其實你要吐出來，唔但像用蝦กุ้啊，我韓語看過有你用那種蟹肉棒的絲。你家應該是放干貝吧？哦，我是放鮑魚哦。哇，馬州的風你看。高麗菜啊，高麗菜是。高麗菜會出水啊。沒有，可是海鮮煎餅都會不用高麗菜啊。加高麗菜，那就是等於是像日本的大阪燒哦。高橋，放一些菇菌類馬州的，好，都是增加一些膳食纖維，那呢都健康啦。等我們攝影師要拍這個美美的鏡頭哦，拍個準備好哦。哇！海鮮貢啊！再加一點那個紅花，點一下。嘿，來，讚！泡菜切夫煎餅，按鈕之後塞嘍。
了，太子家有说过一个泡菜煎饼，不过底肚呢还有包豆腐的膜呢，马上来吃吃看哦。哇，非常期待呢。哇，里面真的跟舒芙蕾一样哎。哇，美女做出来的东西怎么那么好吃啊？跟我不进去都会擦个香味，焦香味好好吃，地味都嫩嫩、滑顺那种。里面真的很嫩。真的很像是什么咸的舒芙蕾一样，底肚冻嫩，而且料又加冻豆。豆腐吧，有米汤，唔係講冇米湯。冻嫩哈，我第一次吃豆腐跟老干的泡菜，感觉很好，很对味啦。从来非常好食豆腐该容易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豆腐一级棒。另外一位很爱吃豆腐的阿芝师傅，很爱啊，因为许多牛汉阿姐做的牛饭哦，人家都所以懂好吃，因为那个大概拌豆腐它懂会吸这个汤汁啊，底肚呢就捞大概泡菜跟水，还用煎锅呢，还用外表擦擦啊，然后里面懂豆水分，懂好吃。这个泡菜豆腐煎饼，太起来有好起来冇呢？因为豆腐这个水分比较不好掌握，这面粉的斟酌就是一个关键了吼。go 跳前嘿一毕业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一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。強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照冇強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愛啲限甜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具體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。好，一家之主四學通招來咧，今日又教大家兩幾位嗬，客來木漢筍，客少鹹菜湯。唔知大家有食糖果嗎？但係翻嚟就講哦，唔好啊，對待人下嘅時間唔好暗愛，對自己呢做得較上的，對別人要大方，張伯謙。對陪審員台風，好，不然這樣子。得了金鐘獎要請客吧？莫是用心糖來講一句，今天只要贏的3000塊，輸的也有送禮物。主辦單位、製作人在這裡，等下我們不拿，對不對？是你拿，對不對？啊，我自己跳出來。你加碼是嗎？啊，來，又安永熙，這個掌聲比開場還大聲嘛意思？大家待會拼起來哦，聽者有份，說的算的有錄影哦。我突然覺得有種血栓快上來的感覺。你們呢就衝着他這一句話，今天主題人都酸溜溜的料，酸溜溜的料。我現在心情有點酸溜溜。沒關係啊，不管等下是誰輸誰贏，你都是要拿出一個禮物跟一個獎品。太棒了，錄4年以來最開心的一次。好，風吹帶來催眠係嘛該？龍潭木瓜絲。龍潭木瓜絲係嘛？對，木瓜絲。哦，龍潭也可以有乜嘅貼嘅故事嘛？木瓜切卡木卡菜鹽摘嘅。真勁哦！摘咩春槍啊？要摘嘅一啲啲嘅帶黃嘅，快熟嘅。嗰個辣椒嘅切卡公司種嘅。哇！因為看到嘅木卡嘅木瓜嗬，等佢愛黃係做乜先生點啊？調誒，紅米素，代表冇使用嘅啊。對。等於是。讓他呢讓你學到誒，今年剛學到老太家的分享，對不對？對。最杯米一館嘍。好。伯謙，我再一次講，我們贏的話3000之外，伯謙又再加碼3000，贏的是6。哦。有難度。來，有信心嗎？有。我都有信心哦。好開心哦！主持節目嘛係心情呢。哎，是你自己講的。咱最家下吼又現預告等下會做的東西，聽說是孫子最愛吃的，對不對？有沒有做料理我買？同我都講吼炒芥料。我怎麼個國家料吼袂那出人家孫都最好食的？因為我以前我媽媽煮過啊，媽媽煮過食過，我買嘅特殊大片湯沒有特別大了菜啦。所以我要煮份順嘅食。咁樣講，順順甜甜當紅色。哦，最杯米一館咯，呢個洋嘅話有6000的元，薯嘅話有2份禮物。哦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，有。好，那我再補問一個哦，你弟弟要係節目效果啊哈。怎麼可以說話不算話呢？我們之前就有一次就講過，說出來就要做，不然就不能說。我們掌聲謝謝伯謙加碼啦。哎，的確白痴到哈，主持人永遠那種酸溜溜的感覺。好啦，黑公真也只有按酸溜溜的感覺吧，切中主題了。很有用心的哦，你酸溜溜的可是很厲害，挑娘娘的哦。好，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搶開始，搶開始。哇！
我觉得我们节目效果真的做得好满。学姐给你打个折啊。好，来。你刚才讲3000嘛，2000就好。啊，卖300哦。300块你的面子可以挂得住。你等一下，尽量款下钱包，我地保图就几多了。没关系，人家远红同豆。远红哦，你有地。好，阿姆哥重工要太酸溜溜的料。对，要做的够酸，对，我们的够酸。因为可是你现在酸溜溜加甜滋滋，因为又刚得金钟嘛。哎呦，好了，给了啦，给了啦。你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剥肠泥啊？说真的，他第一关也在剥。怎么会放一个肠泥哈？对。我有一件事情要请问嘉文哥，因为嘉文哥刚才私底下跟我说，他真的非常了解亚夫圈有嘛该后高后料。哇！他说他刚才讲的不够精彩。嘉文哥。讲下有嘛该私房景点，刚刚冇讲出来。没私房，就係講虎頭山哦，叫嗰舊時節嘅嗰順豐有孔廟，潘佛堂，對，孔廟。不然叫啲順豐嘅種粒池啊，有嘅日本嘅嗰種鯉魚旗啊，環保公園啊。對。哦，而家當到網紅都喺度翕相拍照，都擋風。我個做咧看到你一片已經動到呢。對，而且一片來半夜應該就擋好了。所以景點從來靠窗的時間就小嘅時差差唔多15分鐘是會到嘅。天茶有防片，法式嘅片哦，又在買法。辣椒味怎麼那麼小一隻？你看塞辣椒嗎？辣椒塞卡辣啦。不是你剛才。等一下，他眼神看我呢，真的是有敵意呢。不要，他是金主爸爸，他今天有加碼。你喺廠嘅就應該炒菜較唔辣較鹹。哦。你喺較辣。改啲嚟做。那你剛才沒講用冷氣水來種哦？對啊，就我種了辣椒就一甜嘅，公司開冷氣啊，水會有水啊，水比流在東大上啊，都升起來啊。哇！升起來就買辣椒味啦，起煙插啦。新反報。當然就啉啊。這個故事的重點是，為什麼沒有人去修冷氣？沒有冷氣，冷氣還用滴水啊？哦，沒，客家精神。哦。嘉文哥，自然啊，都係資本人開。哦，哎呦，辣也冇辣。你今天出去種嘴呢？你那個蝦子要燙多久啊？那是不關你的事。然後這來擠那個檸檬汁。好，那我們等一下張都進來哦，哈。好。哇，哎，你片好澎湃呢。哎呀，你係雞胸肉，跟有筋頭啦，愛剩就給切開。斷筋切掉。江湖上說的斷腳筋真的是其來有自的，那個斷腳真的啦，吃起來比較不會那個用圓圓啊，筋頭啊，唔係圓圓那樣啦。哎呀，剩切頭啦。所以你常幫人家斷腳筋。可以示範一下嗎？這裡有2個腳筋。好來。那個是外帶的袋子。入味。怎麼芒斗有一件報紙，很像那種客家式飯桌那種。哎，這個我要包哦。就以前。不是，我學的哈，但是有比你的好吃嗎？應該會吧。比較脆，木瓜絲很脆。我有個問題，酸溜溜的料理一定要很酸嗎？其實我以前是用筍吃啦，我哋要用檸檬汁比較健康。檸檬汁的味道很好，我愛孫哦，他們都很喜歡吃檸檬汁的味道。哇，安通啊，快樂愛嗎？好，其實檸檬來蒜梅，結果就有這種水果的果香。對，因為它是水果。吃起來哈，酸甜。哦，給我筍的哦，給是飯拌飯的，用到湯汁拌飯的，容易啦。小朋友看到番茄醬就胃口大開。對啊。現在炒到半熟哈。半熟係，等下用香啊拌一下，用先。用拌拌的。那看阿姐吼，你凍豬腸那種健康呢？譬如講，應該係加粉的，係蓮藕粉。哦，係啊，我用蓮藕粉係啊。控甜啊。係啊，盡量莫是給人哋加工的食品啦。做那邊嗎？他們都自己種的。我們都自己種的。我搶到冷氣水哦，回收再利用。好，我們先講起，等下個都再來啊。做的。好。哇，那最好是香菜嘞，而且你們做的很美，就那種泰式的那種。我超愛吃泰式哎，那要加魚露嗎？要魚露。那我問一個關鍵問題，蝦子會拔好嗎？會。我啱看過，就都有泰式嘅串燙哦，它會溜頭撈梅呢，它醬。哦，它醬。
那个是外带的袋子。入味，这样比较会入味。怎么忙手呈现爆了？洋葱，很像那种客家是半桌那种。哎，那是张妈妈哦。一坐下来，哪一个我要包哦？对，可以当救以前呢。哇，那个木瓜丝一定非常好吃。那都酥蛋糕哦，所以带点酥蛋黄哎。酥蛋糕就会黄哎。哦，按较酱。也会带一点甜味，哎，我有点甜味。哎，等一下，拜托给我加多一点好不好？啊，你较强的呀，较强的就无麻米头，但是你太过瘾哦，我用种哎。哦，安尼就冇啦，安尼就用素牛牛啊，买个种的啦。你们的那个木瓜肉馅入过有沾有系嘛东西吗？金本水，比金咸无。手上那个是什么？要先调好我先调好，要多。啊，自家做好诶，咱才会放落去哦，做有蓝米，那较顺啦。哦，金马盖跟马盖注意。全部柠檬汁。哦，全部柠檬。对，哎呦，差不多金吉油啊。不然灼灼啊。嗯，其实。本水尽2点钟、3点钟就做得了。剥虾子，好，好，来。哎，我们张伯谦也会剥虾，哎，真的，可是他会剥给自己吃。对，所以刚好是就捅一下哈。对，好，那因为等下顶送中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过去哦。好，我们这边一定赢了啦，加满5000了。又很多。哇！好有的动法溜哎。我们这2组都很着重摆盘哈，佩璇。哎，对啊，这个色香味俱全。那第二图哦，会汤那种跟诶，tomato酱汤啦。tomato酱会唔辣吗？唔辣那个。那好豆豆哦。那边好给我一点。不是，应该是说我刚刚那个汤汁倒太多。哦。唔怕，因为吼，蛋肠看见凤梨吼是自己系做本孙儿学的。孙子喜欢吃的凤梨，唔系气的凤梨，系用罐头的凤梨好。一定要越蒜啦，蒜啦，蒜香。我还要倒柠檬汁，还没有倒。好，对，还没柠檬汁。因为你要头菜哈，虽然可能不卡做的下甜，对，但是因为这道菜主题啦，酸溜啦，嘿啦。这道菜看起来好健康哦。对呀。它会加雷梦水吗？哎呦，雷梦最后一个，然后柠檬下去。这样看起来差不多了。给柳了。那我们就来倒数哦，哈。好来，烟草马上回是都酸，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看最杯米一罐咯。哪一部卡嘅料理较赞的呢？好，马上就来品尝哦，今日一罐嘅主题都酸溜溜的料理，睇起来吃看看风吹嘅。very good， 我觉得很正宗哎，味松好选。一般来说哈，给它的会加鱼露较多，可是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，比较清爽一些。这么完淡的，顺的，那鲜艳的，那懂好，用一甜的开胃菜，真的很清爽。煮完不做不啊，来一声啊，来一声讲讲。哇，哎，金口一比呢，酸酸的。但是咱嘛懂好啊，咱这位嘛懂好，酸条嘛懂好。新天孔补充维他命 C 啊，这有加爱去调味的，好不好？师傅把这个当做评选的其中一个条件了哈。师傅应该取个好，取个那种泰国料理。所以我觉得它很正统，那个木瓜丝炒很脆，很好吃。觉得一点点辣真的会更提味。我学的哈，但是有比你的好吃吗？应该会吧。比较脆，木瓜丝很脆。哦，刚刚是款烂脆的鸦片诶，这是这个酸溜溜的鸡柳。对。鸡柳好嫩哦，嫩，真的哦。给蒜不但讲蒜甜哦，还有给孜然的香味哦，我好喜欢。鸡柳真的很嫩，处理到肚肚后，炒鸡柳呢最重要就是说给它鸡柳boss 给它嫩突完，但是它的酸甜味呢被调到肚肚后这样子。哦，人家凤梨炒到短好的，凤梨用炒的短好的。加凤梨，很好吃。加了凤梨，那个味道酸酸甜甜，更是提味，很好吃。第二片哦，做一个蒜梅哈，它就凤梨，它用给搭配起来哈。运动站掉，我都在师傅营养版评分来夹来看哦。先来请邱师傅小好势哈，我很紧张啦，因为有加码嘛哈。好，抢分数，好，公规矩分。等下看一下RG师傅抢不服输。公规5000块，玉汉姐抢公平。我先讲南翠，南翠的米汤吼，经用的处理拢改好。红翠呢，主题是木卡料理酸甜米丝，因为米汤吼，生意肚肚好，
所以我准备本风水。举师傅来公看。我要本风水这片呢，迄去处理个青木瓜呢口感浓厚，还有切个 Q 感。层次上面有加一点那个花生嘛，所以有个切个香味出来，还有香脆。一个酸度呢处理到浓厚哦，刚刚好，唔会痛水，唔会痛辣，嘟嘟好。蓝腿这片呢，每头嘛浓厚，唔过个茄子有一丝丝的较水的，较大松迄样样。古松呢，睇起来有好多嘛，不管黑风吹料理啊、蓝吹料理，就做融合变成娘夫卡后米西，马上去了颁奖喽！好，比赛成绩呢已经出来耶，风吹得到3分，蓝吹得到1分，现在恭喜风吹得到3000的元的加菜金约飞金哦，恭喜！哇，恭喜恭喜！我看一下两片，哇，直接摆出去安排个地步嘞，这个厉害哦！玫瑰金珍藏版垂纹不粘锅剧组，贵族送不你的哦，太厉害了！哎，那个真的很棒哎，而且这个玫瑰金很配18克拉哈。好，马上呢就来前门口拿嘉欣姐，因为嘉欣姐真的今天的表现真的是一个完全的贤内助，很温柔的角色。第一拜来参与演力节目的6样，心情是如何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刚开始很紧张啦，但是因为先生在旁边，然后他也都会提醒我，那也很开心来参加这个节目。哦，对，好高吗？哦，好高，好高。他120过来吗？要再来吗？要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带小孩子一起来好不好？好。嘉文哥呢，김文业他是我们的大厨担当，而且呢，他也是在地最好的这个旅游代言哦。家人各大拜参与一个心情用班。但开始嘛会紧张，非常好笑。嘛经验真好哎，是蒙他个安子噻。家人哥真很厉害。我要说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他看不到钢条，他们俩现在在板板后面是手牵手的。哎呦，拉下来，拉下来，哎呦，真的很用爱去调味，跟他调前就有共斗哎，爱是一家之主的绝对最好的秘诀。咱出来听，尽管感谢一下阿姐，本你带来吼安好的料理，就吃到你们家的好味道。今天就买参加感想嘞。很开心的，当饭时唔会紧张。系啊，系啊，还没就上过动豆节目嘞。冇呢，你得有动亲切。那主持人长得怎么样？帅。哇哇！你说这句话真中听。因为阿姐吼来之前哦，就让来讲吼，我觉得好玩，好搞就好嘞。系啦系啦。今天就好搞啦哈。要啦。行白行外来哦。哦，好啊。好，体态硬。佩璇，今天来参加就买心得的。蛮有趣的啊，很特别的一个体验，推广客语，然后大家一起看客家电视台。走的，恭喜！今天呢，所有跟挑战，而且特别是踢馆也有挑战难度，因为是红绿的。最波迷馆呢，又是有主题性的，利用管都某案简单，鼓手呢，台前面做的胸口呢，都你大可本熊的时间看一下，哎，今天这道菜你可以做出什么样变化，都不卡闲了练习哦。系啊，无论吼你好煮菜，还有动味煮菜，欢迎大家积极来报名参加哦。一家之主，等等你 Q 哈雷亚 W 大都是分享两个好料理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